简医生，还得是你。这台换肝手术没你主刀，那小女孩今天挺不过去。人没事就好，小心！3天3夜没合眼，急性低血糖。没事，缓缓就好。光缓不行，快喝了。简医生，我那边还有1台手术，先走了，去吧。安宁，没事儿，我这边已经结束了，你别担心。谁骂你了？自己去看微博，你私吞医疗物资的事情曝光了，现在全网都在骂你。什么？你知道医院大群现在什么状况吗？全院都炸了。连医用葡萄糖都……安宁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连续做了几天手术，低血糖差点晕倒，这葡萄糖是同事给的。你又来了，每次都是别人害人样的。你嫉妒他比你有天赋，就这么糟蹋他。简恒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今天才真正看透你。简医生，你可算醒了，昏迷了1宿，情况凶险。你不能再这样了。检查发现器官严重受损，血糖、血压都不正常，以后必须戒熬夜、戒喝酒。你是医生，你比我懂。知道了，谢谢。感谢2位姐姐的庆功宴，以后一起加油。你是最棒的，往后余生你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人，一起守护我们的医院。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当然，最顶级的设备、最优厚的条件、最高的薪资。简医生，你想通了？给我3天后出国就职。简医生，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是我们的荣幸。以您的能力，不会只困在一个地方，我们会让全世界看到您的名字。全世界看到你的名字？大清早的谁这么瞎？热搜挂着你的名字挂了3天，确实全世界都看到了。我要走了。走？你去哪儿？每次都来这套，你3岁。说你2句就要走，你捅的篓子还不能说了。简浩，你喜欢学医，那我们也学医，考同一个专业。说好了，青梅竹马，永远在一起，治病救人，永远不分开。简浩，你做手术不要命了吗？饭都不吃，你这身体还要不要了？你要是累坏了我们怎么办？我俩发过誓的，我们要一直在一起。我们可是拉过钩的，你要是忘了，那我们就再拉一次，永远不分开。看看一晨，替你收拾热搜的烂摊子，你呢，坐在这儿听人吹。我曾以为可以托付性命的情谊，如今抵不过一个小人，真够讽刺。不用急，很快你们就不用再看见我。我爱你们的眼，你们爱我的眼，到此为止。热搜的事还没完呢，葡萄糖的事你说没拿，我信。可调查组万一查别的东西呢？前辈，你没拿过别的东西吧？器材、药品、账目、海外账户，对吧，姐？七晨，这是我私人办公室，你不敲门毫无教养的闯进来就算了，还在这里肆无忌惮的造谣，难不成你不知道造谣违法？前辈，我也是关心医院的声誉，毕竟最近有不少患者家属说，要是不塞点心意，有些医生连手术刀都拿不稳。当然，我相信他们说的不是前辈你，可万一查起来，产生了不利于您的事实，只怕也会影响医院哦。七晨，你少在这含沙射影！我警告你，再敢胡说八道半句，我马上报警。诽谤罪最高是能判到3年的。简和，你发什么疯？奕晨好心提醒你，你倒开始威胁他了。该不会他说的都是真的？还以为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主治医生呢。你做那场换拍手术到一半不知所踪，差点酿成大祸。要不是奕晨不眠不休替你做完，医院招牌早砸了。我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，我什么人品你俩不知道，他随口的诽谤污蔑，你们也信？够了，你什么人品我不想知道，我只知道奕晨的猜测很合理。简恒，现在的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鉴于你的表现，我和阮宁已经决定撤销你的首席主治医生职位。明天你把你的职位、办公室、定制钢笔，还有你惯用的这套白大褂，统统传给奕晨。简恒，你别拿创始人的身份压人，这是医院高层投票表决的决定，容不得你拒绝。阮姐姐、楚姐姐，你们别为我吵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自立清，确实不配用前辈的东西，
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10几年的情谊生了嫌隙。一晨，你别走，我没脸再待在医院了。心思全部用在提高医术上，作息倒真是下了苦功夫。简恒，你推卸责任就算了，还在这冷嘲热讽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心肠怎么变得这么恶毒，非得把人逼死才满意？阮医生，楚医生，不好了，齐助理在休息室，他因为被简医生责备想不通，准备服安眠药。什么？阮姐姐、楚姐姐，你们别过来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来到这家医院，更不该破坏你们和前辈的感情，我该死！一晨，不要！住手！你傻不傻？这一切都是简恨的错。简恒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差点逼死了一个无辜者。戏演的真不错，可惜1颗药都没吃下去。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一晨都被你逼得寻死了，你还在这倒打一耙，你根本就不配穿这身白大褂，更不配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。算了，反正我3天后就得离开这里了。他们将我珍视的一切变成了垃圾，我又何必珍视他们呢？他不是想要我的一切吗？那我就给他好了。什么叫给他就好？这一切本就是我们给你的，现在只是把他交给更合适的人。好了，别白费力气跟他吵了，先带一晨去洗碗。原来在他们心里，10几年的情谊比不过一个外人拙劣的谎言。既然他想要这一切，我全部让出来。当当当当，准备好迎接惊喜了吗？庆祝我们的医院成立6周年，这可是我和阮宁跑遍全城给你定制的。以后你要用这支笔签下无数的康复病例哦。我们铁三角要一起救死扶伤，做一辈子最好的搭档。谢谢你们，我会一直珍藏的。多年的情谊，终究成了笑话。还有你们，我也不要了。我是莫妮卡。喂，莫妮卡女士，您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来了？接受我们 offer， 我怎么能怠慢？我已经到了，刚下飞机，不知简医生允许我见你一面吗？当然。简医生，你能接受这份 offer， 我真的非常高兴。但我还是很好奇，你花了10年心血，让博安医院从一个小诊所发展到如今的3级医院，怎么舍得突然抛下它独自出国呢？曾经的我确实不舍。但如今我想明白了，有些时间，人总需要为自己活一场。何况作为一名医生，医学理想才是我该追求的。去更大的平台，接触最顶尖的医疗技术，才能更好的救死扶伤。简医生，你的格局让人敬佩，无比荣幸能与你共事，期待我们未来的最佳合作。合作愉快，我需要回医院一趟，办理离职手续。听说这家医院全靠简先生才有了现在的高度，没有了简汉之称，所谓的江城第一医院，只怕会连一个小诊所都不如。简恒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让你搬个办公室磨磨蹭蹭的，故意摆脸色给谁看？还在生气？奕晨现在是医院的功臣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楚姐姐，没关系，前辈在医院这么多年，办公室里东西多，搬得慢也是正常的，我不急。是吗？我看你这眼神明明是迫不及待。不过不用急，我手里的一切过了今晚都是你的。简恒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，以为说几句怪话我们就会哄你？行了，到此为止吧。今天是为了庆祝奕晨顺利完成那台高难度手术，我们准备带大家去食堂办个表彰会，你也可以过来，在表彰会上向奕晨学学怎么当一个真正的好医生。学他怎么在手术室里吓得腿软，还是学他怎么把别人的功劳占为己有？好啊，我去，就当是做最后道别，为我们的青梅竹马10年情谊画一个句点。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功臣齐奕晨，如果不是他拯救了那台手术，我们医院的招牌就砸了。幸亏有我们的大功臣，奕晨真是太厉害了，我以后得好好向你学习。简恒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给奕晨敬酒啊！我最近身体状况不好，喝不了酒，更何况我绝对不会给一个窃取别人成果的小偷敬酒。前辈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，但你也不能血口喷人呐。简恒，你简直无可救药！奕晨这么优秀，还替你收拾烂摊子，你不感恩就罢了，还敢污蔑他！
简恒，今天这杯酒，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我说过他不配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燕婉，按住他。阮宁，楚嫣婉，你们疯了！简恒，不就是喝了口酒吗？至于演得跟要死了一样？奕晨做了那么大的手术都没喊累，你一个在办公室闲着的人，喝口酒装成这样给谁看呢？奕晨，这杯我敬你。谢谢大家，但我酒精过敏，真的不能喝酒，对不起大家，是我扫兴了。奕晨酒精过敏，我早已经通报过全公司，你这是打算做什么？对不起，阮总，我忘了。你来替奕晨喝，今天大家的敬酒，你全替他代喝，不许推脱。错，奕晨喝果汁就行，你给奕晨挡酒，也算是给他赔罪了。让我替他挡酒，阮经、楚嫣婉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奕晨是医院最大的功臣，让你个闲杂人员替功臣挡个酒，怎么了？就是，这可是给你机会修复和奕晨的关系，你今天愿意也得带，不愿意也得带。好，我喝，但这顿酒是断交酒，喝完这杯，我同你们昔日情分彻底断绝，从此天涯陌路，冷得再无瓜葛。简恒，你在威胁我们，幼不幼稚？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简恒，你别装了，快起来！楚姐姐，阮经姐姐，我好晕，我好像光是闻到这个酒精味就有点醉了，头好疼。什么？都怪我，忘了你完全不能接触酒了。快，我们扶你去休息。简恒，你别吓我！快，燕婉，我们扶他去医务室。简恒，你撑住，有我们在，你一辈子都会健健康康、无病无灾的。原来再深的感情，变失以后，也只会剩下一地狼藉。简恒，看到没有？这可是那位重病老奶奶家属亲自送来的，咱们诊所的第一幕锦旗。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要不是你坚持那个手术方案，老奶奶根本挺不过来。这也是你们配合的好，是我们3个人一起的功劳。那说好了，以后不管我们把医院办得多大，我们铁三甲都要一辈子在一起治病救人。来，拉钩，拉钩！还有，简恒，你这么热爱医生这个职业，以后不管你最后跟我们谁结婚，婚礼那天咱们就用白大褂代替婚纱。赞成！从白大褂到婚纱，这才是属于我们3个人的浪漫。白大褂到婚纱，如今想来，可笑至极。简医生，请等一下。怎么了？简医生，那个阮总和楚总特地交代过，说因为最近网上的那些热搜，您的名声不太好，怕影响到医院的整体形象和患者情绪，所以近期限制您进入办公区域。他们限制我进入我自己一手创办的医院吗？对了，阮总让我把您的个人物品都整理出来了。简医生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些东西都不要了。啊？可这都是你们的回忆啊！比起念旧，我更想往前看。麻烦帮我把这个转交。离职报告，简医生，您要走？离职？这怎么行？简医生，您是我们医院的创办者，更是骨干医生，您要是走了，医院可怎么办呢？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了。不行，简医生，我根本做不了主。您等一下，我这就去找阮医生和楚医生。我刚刚没听错吧？你竟然要离职，这也太可惜了。这可是你所有的心血，况且我对前辈可是不舍。你要是走了，以后谁来指导我呢？现在只有我们2个旗帜，你不用在我面前惺惺作态。简恒，你辛苦付出、拼命得到的一切，我轻而易举就能据为己有。齐晨，别太嚣张！嚣张？我故意偷拍你喝葡萄糖，诬陷你私吞物资，甚至冒领你的手术功劳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宁姐和燕婉还不是把我当成宝贝，把你当恶渣？我警告你，不要一再挑衅我的底线。前辈，我知道你最近因为手术的事情对我有怨气，如果是因为我的存在，我宁可废掉这只做手术的手，也
绝不让你为难。逸晨，不要，快住手！简恒，你竟然把逸晨逼到割腕，你还配当医生吗？你救死扶伤的信条呢？被狗吃了！万一真挑断手筋，逸晨这辈子就再也不拿刀做手术了。你们别怪简医生，他最近受刺激太大，精神可能出了问题，别苛责一个病人。你手差点被他逼废了，还替他说话，你怎么能这么善良？走，逸晨，我们现在就去检查，可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后遗症。等一下，把这个签了吧。真麻烦。一别两宽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天虹千金那台手术，只有简医生敢接，还做得这么漂亮。国安医院从诊所做到3级医院，全靠他一个人。不是冲他面子，咱们今天根本不会来。听说他们3个青梅竹马，一起创业救人，倒是一段佳话。有那么神吗？运气好吧，那手术是逸晨做的，他到处宣传给自己贴金，真无耻。简恒怎么还没来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真生咱们气了？不可能，这医院是他全部心血，他舍得不来，故意装着呢，等我们去请呢。可我这心里不踏实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注资1个亿，只为感谢医院救了我女儿。她得的是罕见病，国内外大医院都束手无策，全靠主刀医生神乎其技的医术，才把我女儿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今天除了注资，我还想当面见见那位救命恩人，好好谢谢他。逸晨，快过来。陈总，这位就是主刀医生，我们医院最年轻的外科天才齐逸晨。陈总好，恋爱康复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原来是您齐医生，太感谢了。奶奶，叫叔叔，这就是救你的恩人。爸爸，怎么了，宝贝儿？这个叔叔好像不是给我做手术的那个叔叔。齐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总，您说笑了，小孩子嘛，童言无忌。手术台上我戴着口罩，他认错人很正常。主刀医生不是我，还能是谁呢？好了好了，感谢陈总对我们医院的信任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注资方、院方代表及我们的主刀医生上台，共同举起注资牌，合影留念。怎么回事？简恒医生怎么还没来？今天这发布会，他才是主角啊！是啊，我们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来的。医院的创始人兼主刀医生都不在场，这算什么事儿？这家伙搞什么鬼？你快给他打电话，快点！对不起，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再打！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直接关机了。宁宁，他会不会真的生我们的气，故意躲起来了？这个简正，我绝不轻饶他！怎么样？联系上简恒没有？让他快点过来。简医生，他不是昨天就已经办完离职手续了吗？什么？阮医生，您忘了吗？他的离职报告还是您亲手签字同意的。真麻烦。简恒他真的离职了，他不要这家医院，也不要我们了。这不可能！离职了？简医生可是这家医院的活招牌。阮医生、楚医生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陈总，您听我解释。简恒他……陈总，简医生最近太累了，可能想要休息一段时间。不用多说了，注资的事我必须重新考虑，等简恒来再谈。简恒，他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挑在这个节骨眼上玩失踪？他以前从来不会拿医院开玩笑的。宁姐，简哥这次确实太过分了。他明知道今天对医院多重要，却故意让你们下不来台。连这张照片他都扔了。宁宁，简言他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他是不是真不要我们了？
可能！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故意用这种办法气我们，想引起我们的注意，让我们去求他。做梦！等他装不下去了，自然会乖乖滚回来给我们道歉。据悉，今日上午备受瞩目的博安医院1亿元注资发布会被投资方临时计调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计调原因与博安医院创始人简恒的突然离职有关。才1天，没有我，他们连个注资会都搞不定吗？我把共同的心血交给他们，到底是对是错？在想什么？这么入迷？没什么。机票我已经订好了，明早9点起飞。简恒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放弃你一手创造的医院，还有你那2位青梅竹马？没什么舍不得的。从我交出辞职报告那一刻起，博安医院创业史还有那段情谊就已经翻篇了。人总要往前看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拿得一起放得下的干脆。简恒，疼成这样怎么能说不碍事？走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不行，不能去医院。为什么不能去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硬撑？齐一晨刚在网上带了我节奏，被逼辞职的事又在热搜上。我如果去就诊，不知又会被舆论编排成什么样。舆论有命重要吗？我自己就是医生，身体状况我了解，家里有常备的特效胃药，我回去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。好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若服药后更仍压不住，任凭舆论滔天，我也绑你去急诊。还是很难受吗？靠着我。谢谢你，莫妮卡。真是讽刺，曾经也有2个女人如此无微不至，我稍有不适，她们便如临大敌。可岁月流转，我在她们心中早已微不足道。在想什么？又疼得厉害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离开此地是我此生最正确的决定。药呢？常备药你放哪儿了？左边第2个抽屉。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好多了，谢谢你，莫妮卡。跟我还客气。不管朋友还是以后一起做事，你这位……也许以前在乎过吧。那2个青梅竹马，现在他们心里应该没位置了。可能。现在哪儿还有位置？谁？骗子。那里不值得。我在这儿，不走了。接电话。他还是不接，他是不是还在较劲？辞成一地人就没了。可一晨已经把委屈咽进肚子里，什么都没说。简恒还脸给多了，让他觉得自己撂挑子了，撂完还有人等着铺台阶，还得扑到他脚底下。陈总电话说，怎么了？24小时？什么24小时？陈总说明天这个时候之前见不到简医生，注资全部撤回。全部24小时。陈总还说什么了？陈总说有可能。他觉得当时给彤彤做抢救手术的医生可能另有其人。什么意思？叫齐一晨，现在。玲姐，婉姐，关门。表情这么严肃。你坐下来。彤彤的手术是谁做的？玲姐，连你也怀疑我？那天除了我，手术室里还能有谁？我站了几天几夜。齐一晨，彤彤见到你
像不认识你。他那时候手术室灯那么暗，我又全副武装，他记不住我的脸，很正常，对吧？简恒，是他放的发布会最关键的10分钟，他消失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。走，去他家。出国的事不急，等你身体养好了，我们再走。谢谢。想吃什么？借你家厨房给你做几道养胃的。会做华国菜，我会的多了，做好，等着。原来我还没被全世界扔下。简恒，你到底准备躲到什么时候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还有脸问？注资发布会你人呢？陈总现在要撤资，你满意了？你心里有气，也不能拿医院未来开玩笑，那是我们3个人的心血。我的离职报告不是你阮莹亲手签的字，从那一刻起，博安医院的任何事就都与我无关了。欲擒故纵有意思吗？不就是想让我们道歉？简恒，你毫无责任心。责任心？我累到熏死的时候你们在哪儿？我被诬陷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们订设备的定金都付了，陈总撤资，资金链就断了。你要眼睁睁看着医院倒闭吗？别废话了，现在跟我们回医院，给陈总一个交代。我说了，我做不到，我今天非让你做到不可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胃又疼了？你是谁？怎么在这儿？原来是金屋藏娇了，怪不得医院生死存亡你都不管，医院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这种心思？说话放尊重一点。尊重？你背着我们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，还想要尊重？我们3个人的心血比不过一个刚认识的女人。2位小姐，我想你们搞错了一件事。他为了医院连续手术几10个小时，累到胃出血，你们关心过一句吗？他被诬陷，名誉扫地，你们相信过一次吗？现在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伤害一个千疮百孔的人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跟简恒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就是，这是我们内部的事。他不是外人。今天我把话说清楚。第一，博安医院的事儿，我不会再管，哪怕他明天就倒闭，也与我无关。第二，我数3声，再不离开，我立刻报警，告你们私闯民宅。简恒，你敢？我的耐心早被你们耗尽了。简恒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从不这样跟我们说话。简的意思很明确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好得很，我们今天来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以后你就算跪着求我，也休想再踏进博安一步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快去坐着。没事，他们被我保护得太好，惯了顺遂日子，现在连脸色都看不懂了。既然不值得，就不用再费力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养好身体，开启新生活。谢谢你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汤炖好了，你坐着别动，我去盛。你胃不好，这汤我炖了很久，尝尝看。我自己来就好。病人就该有病人的样子，张嘴。味道怎么样？很香。简恒现在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，他真以为博安离了他就不行了吗？宁宁，你先消消气，眼下最核心的问题是陈总的注资，医院的几个项目都需要这笔注资。怕什么？离了那个自大强，我们还有奕晨。奕晨，你来的正好，马上给陈总打个电话，探探他的口风。我现在打吗？陈总可能在忙吧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你就帮帮医院吧。2位姐姐，其实我一直有个猜测，不知当不当讲。陈总突然变卦，会不会是简医生背地里说了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简医生毕竟是医院创始人，他前脚刚走，陈总后脚就停了资金。我担心是简医生因为误会我，连带对医院也有了仇恨，所以才在陈总面前下绊子。这个简恒简直卑鄙无耻，他自己撂挑子也就算了，竟然在背后阴我们。简恒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都是我不好，简医生肯定是气你们重用我，要不
我还是主动辞职吧，把位置还给简医生。只要医院能好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。辞职？凭什么你辞职？你没错。婉婉，通知下去，立刻拟定公告，对外宣布正式提拔齐逸晨为我们博安主任级医生。阮姐姐，这不合适吧？我资历还不够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救了彤彤，这就是最好的资历。我就是要让简恒睁大眼看看，博安没有他，一样能运转的顺顺当当。简，趁热喝，这汤对你恢复有帮助。莫妮卡，谢谢你。只是，你身为海外医院的负责人，来华国这么久，每天还要给我端茶倒水，肯定耽误了你不少重要工作。工作固然重要，但在我心里，你这个朋友更重要。莫妮卡，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处在一个低谷期，我非常欣赏你的专业素养和为人，也真心把你当朋友，所以这一切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知道你不喜欢生姜的味道，所以特意用葱白去腥，一点姜丝都没放。你快尝尝合不合胃口？这汤里没有放生姜，很好喝。莫妮卡认识我才多久，却连我的饮食偏好都记得一清二楚。莫妮卡，等我把国内最后一点私事处理完，我们就启动出国计划。好，国外团队随时欢迎你。我对他们已经心死，可博安毕竟是我一手创办的心血，里面还有那么多危重病人，如果因为资金断裂导致医院瘫痪，遭殃的还是患者。喂，陈总，我是简恒。简医生，博安医院创始人，听说你从博安离职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陈总，离职的事说来话长，我想找个时间和您当面聊聊，您看方便吗？我明白了。阮宁、楚嫣婉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们收拾烂摊子。你便是简恒简医生？是我，陈总，因为私人原因没能到场，实在抱歉。今天约您见面，其实是有个不情之请。哦，简医生，请说。彤彤，仔细看看，还记得叔叔吗？叔叔声音好耳熟呀。看着你一天天健康起来，叔叔真的很开心。这是欠你的千纸鹤，奖励我们勇敢的小公主。爸爸，是他就是那个给我做手术的叔叔。真烦人，小孩子就是麻烦，哭得我头都痛，还做不动手术。彤彤乖，不怕不怕，麻醉一点都不疼，就像是施了个魔法，让你舒舒服服的睡一觉。真的吗？叔叔向你保证，等手术结束，叔叔就亲手给你折一只漂亮的千纸鹤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彤彤，你认错了吧？阮医生他们可是告诉我，主刀医生是那个叫齐逸晨的年轻人。才不是呢，那个姓齐的叔叔好凶的。君宁，你肯定？手术室医生都戴着口罩，别认错了。我肯定没认错，我记得叔叔的眼睛，还有他的声音。千纸鹤的约定，只有我和叔叔知道。简医生，我不是不信你，可阮总和楚总信誓旦旦说那是齐医生的功劳，你私用物资上热搜的事又闹得满城风雨。陈总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快喝了。简医生，我那边还有一台手术，先走了。那台手术持续几10个小时，我严重低血糖，齐逸晨就用这段视频诬陷我私用物资，手术功劳也顺理成章归了他。混账！医学界的败类，这种小人根本不配当医生。简医生，对不起，我刚才竟然怀疑你，真是有眼无珠。谢谢你救了我女儿。可我不明白，你那2个合伙人，阮总和楚总，他们瞎了吗？怎么会帮着败类污蔑你？陈总，人心易变，或许在他们眼里，我早就不再是当初那个值得信任的人。糊涂，他们早晚会后悔。简医生，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我打算重新开始。我接受了莫妮卡医院的邀请，
很快随他出国任职。好，以你的医术，就该去顶级平台大展拳脚。简医生，你救了彤彤，这恩情我必须报。你的股份我按最高价收购，你还可以提一个要求，只要我能办到，绝不推辞。陈总，我确实有个请求，医院现在的资金链有问题，我希望你能继续给医院注资。你都被逼离职了，还关心医院死活？难道还念着和他们的旧情？情分早就断了，虽不在同路，但博安医院是我们熬过无数通宵建起来的，我不想看倒在他们手里。简医生，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好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继续注资，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。你们的医疗器械尾款逾期1周了，今天再不打款，法务部见。又来催，各大供应商都在逼债，这医院还怎么撑下去？奕晨，以前医院有困难，你总有办法的，怎么到了生死关头，你一点办法都没了？以前简恒在的时候，资金的事从来没让我们操心过，难道我们真的做错了？燕婉，资金上的事我确实不擅长，都怪我没用。阮医生，楚医生，好消息！陈总刚打电话来，说他愿意继续给医院注资。真的，陈总愿意注资了？真的？财务收到陈氏集团法务确认函了，款项下午就到。太好了，医院保住了。不过陈总之前态度那么坚决，怎么突然变卦了？难道是简恒？他暗中去找了陈总。简恒对医院感情那么深，如果是他，你们就别瞎猜了。其实这笔资金是我帮医院拿到的。你？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刚才不说？主要是不想让你们空欢喜。我偷偷给陈总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求他看在患者的份上再帮一次。陈总被我的诚意打动，才答应考虑。我一直不敢说，怕出变故，直到他亲自打电话给财务，我才敢跟你们坦白。奕晨，原来你一直在背后为我们默默付出，关键时刻还得靠奕晨。简恒那白眼狼不落井下石，我们就该烧香拜佛了。奕晨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还埋怨你，是我误会了。没事，只要能帮到你们。大家安静，今天宣布2件大事：第一，陈氏集团注资到账，资金危机彻底解除；第二件事，这次危机能化解，全靠齐医生。鉴于他多次为医院做出重大贡献，我们决定即日起提拔齐奕晨为博安医院主任级医生。大家鼓掌。那简医生也是医院创始人，他怎么办？简恒，他自己不识相提了辞职，难道还要我们求他留下？这点度量都没有，别怪我们不给他面子。就是，平时看着挺上心，生死关头还不是拍拍屁股走人？他对医上一晨一半。可简医生以前为手术几天几夜不合眼，也是真的。那都是表面功夫，医院运转的好好的，怎么他一辞职，陈总就差点撤资？我看就是他在背后给医院下绊子。没想到简恒竟是这种小人，平时装善良，原来全是演的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蒸，多亏齐医生力挽狂澜，要不我们都被他害死了。宁宁，我们这么说他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毕竟他也尽心尽力过。过分，他咎由自取，许他使绊子，就不许我们说出去了。可是，婉婉，你太容易心软了，这次就得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你看着，等他在外面碰壁混不下去，迟早回来求我们，到时候你绝不能心软。你说的对，这次绝不能再惯着他。简恒，任你再辉煌，医术再高又怎样？你护着的青梅，你创办的医院，全被我玩弄于股掌。你看着，你的荣耀，你的一切，早晚全是我的。简恒，这是我们的医院，这是我赏你的。哎呀，简大医生怎么还在加班啊？就算被伤得体无完肤，也该有个告别吧。保重。宁姐，这种活让我来吧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可是医院的大功臣，陈总那笔投资要不是你，
咱们现在能坐在这儿？某些人把这儿弄得跟太平间似的，死气沉沉。我们得给你把这股晦气擦干净。宁姐、婉姐，你们这样，我怎么好意思做呀？逸晨，我手腾不开，帮我看一眼谁发的。他还真是念念不忘。我还以为是什么急事呢，一个境外号码，骗子的群发短信，说什么航班改签，让你点链接领补偿金。我怕你忙起来不注意，顺手就删了。现在骗子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我的了。宁宁，看电视，这女人好生眼熟。莫妮卡，国际医疗协会副会长。你忘了前几日在简恒家开门的那女人？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胃又疼了？你是谁？怎么在这儿？难怪觉得眼熟，原来是她。据悉，莫妮卡女士此行是为亲自邀请一位深藏不露的华国医界圣手。莫妮卡亲邀的医界圣手，莫不是简恒？燕婉，你糊涂了。简恒那个盗窃医疗物资的废物，也配称医界圣手？可是莫妮卡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他家？这还用猜？难怪他敢硬气地辞状。原是傍上了富婆，想必费尽心机爬了莫妮卡的床，凭那副皮囊讨人欢心罢了。你确定？太过天真。莫妮卡这等身份，不过玩玩罢了。出国怎会带个累赘？不好了，陈总来了。陈总，他刚为我院注资，想必是来考察，有何不好？是啊，陈总可是我们的财神爷，赶紧去迎接。不是考察，陈总带保镖来的，郑命人将齐医生赶出办公室，让他滚。什么？简恩啊简恩，你个自命不凡的废物，最后还不是像条丧家犬被我扫地出门？这博安医院的天下现在可是我的了，此刻的你怕是正缩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哭吧？哎呦，陈总，您怎么突然大驾光临了？快请坐，快请坐，我给您倒茶。行。来人，给我把这办公室里的垃圾，尤其是这个，统统给我丢出去！陈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同你这类该待在下水道的垃圾，我连半个字都不想多说，嫌臭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撒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我可是博安医院的主任级医生。就凭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废物，扔出去！阮姐，苏姐啊！就你这种只知道招摇撞骗的垃圾，也配做博安主任级医生？让你坐这个位子，博安才是真的完了。陈总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我能坐在这个位子上，是医院高层股东联合投票决定的。就算你给医院注资了，你也无权这么粗鲁的对我。快放开我！住手！快把他放下来！逸晨，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快松手啊！楚姐、阮姐，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陈总一来就要把我扔出去，我好害怕。陈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陈总，我们非常感谢你在这个时候给博安注资，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，但您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不明白您为何要对我们院的优秀医生如此粗鲁。优秀医生，您怕不是瞎了眼陈总，吧？请你放尊重点，齐逸晨是我们的核心股东。尊重？我现在是博安医院最大的控股股东，作为绝对控股人，我有权任命或豁免医院任何一个职员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了，他齐逸晨根本不配坐这个位置，让他坐在这里，简直脏了这间办公室。陈总，您之前的确给博安注资了，但注资归注资，您什么时候成了医院的最大股东了？哼，你们仔细看看，看我到底够不够格当这个最大股东。这是股权转让合同，这怎么可能？简恒，他竟把股份全都卖给您了，不可能！陈总，
这份合同该不是假的吧？陈总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这所医院凝聚了简恒全部的心血啊！他视医院如命，怎么可能悄无声息的就把股份全卖了？你觉得我堂堂一个投资集团老总，有闲心拿一份伪造的合同来跟你们逗乐子吗？陈总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简恒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这就要问你们自己了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简医生是个绝顶优秀的医生，为人善良重情义，只可惜一腔热血为了狗，明明医术卓绝，却还要被卑鄙无耻的小人背后捅刀，鸠占鹊巢。背后捅刀，鸠占鹊巢，难道陈总指的是？阮姐，楚姐，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陈总，什么背后捅刀，什么鸠占鹊巢？简恒他到底为什么卖股份？我在说谁？你们还看不明白吗？就是他，奕晨。陈总，您绝对是弄错了。是啊，陈总，奕晨可是我们医院最年轻有为的医生。陈总，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得罪你，求您别拿简哥的心血开玩笑。陈总，奕晨一直兢兢业业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对，奕晨性格单纯，以前简恒就经常针对他，您千万别听信谗言。单纯？你们俩真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！我告诉你，没有任何误会。既然简医生把心血交到我手上，我就是这家医院最大的股东，我就有责任让博安重归正轨。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一颗老鼠屎搅坏了这锅好粥。陈总，您怎么要用老鼠屎形容奕晨？他明明是个好医生。够了，我没空听你们犯蠢。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吧？我之所以愿意给博安重新注资，是有条件的。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条件就是立刻开除齐一晨这个废物，我要他彻底滚出医疗界。陈总，您是不是糊涂了？不管怎么说，奕晨也是救过您闺女彤彤性命的人。他救我闺女，凭他这个连基本报告都看不明白的废物，也有本事救我家彤彤？难道不是吗？当时手术难度那么高，奕晨可是硬生生在手术室里熬了数天数夜。为了抢救彤彤，奕晨差点耗掉自己大半条命，下手术台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，这都是我们亲眼所见。您不感恩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能这样羞辱他？宁姐婉婉，别说了，陈总是投资人，他想怎么骂我都行。陈总，我不求您感激我，治病救人本就是医者的本分，为了彤彤，就算我再元气大伤也是甘愿。我只是没想到您对我竟然厌恶到了这个地步。陈总，您听听，奕晨处处为您着想，您这样羞辱他，简直太过分了。你们两个蠢货，简直愚不可及！你们对齐一晨到底是个什么垃圾水平，难道不知道吗？那可是世界顶级的换脉手术，就凭他，连手术刀怎么拿都不知道。我今天就明明白白告诉你们，把彤彤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人是简恒。什么？简恒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做手术的明明是奕晨，那时候简恒还在偷喝医院的葡萄糖，他根本就没在手术室里。该死，这老东西怎么会知道真相？宁姐、婉婉，你们别听他胡说，做手术的真是我的。陈总，您不能因为偏袒简哥就把我的功劳全都抹杀。简哥嫉妒我也就罢了，您怎么跟着他一起来逼死我？我才是救彤彤的人。陈总，就算简哥暗地结交了你，你也不能帮着他一起冤枉我。我为了彤彤的命，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怎么敢拿这种事儿骗人？好啊，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？像你这种厚颜无耻的东西，我还真是头一回见。陈总，您别太过分了。我知道您一直偏心简恒，可你也不能纵容他这样颠倒是非吧？没错，肯定是简恒私底下偷偷跟您说了什么，他连奕晨拿命换来的功劳都要抢。陈总，您可千万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。真是眼盲心瞎，被一个满嘴谎话的废物骗得团团转。您凭什么这么说？我们亲眼看到奕晨累瘫在手术室外，这难道还能有假？齐一晨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还想继续嘴硬是吧？行，我就让你们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卑鄙小人。都给我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个明白。现在你们两个
这怎么可能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手术室那几天监控明明早就被我销毁了，这老东西怎么会拿到？什么？主刀的，真的是简恒！奕晨，你不是说是你在手术室里守了3天3夜吗？齐奕晨，你哑巴了？说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监控我亲手销毁了。你一直在骗我们，给彤彤做手术的是简恒，销毁？他何止是骗你们？简医生在手术台前熬了3天3夜，低血糖才喝了1袋葡萄糖，而他偷拍视频，断章取义发到网上，污蔑简医生私用医疗物资，事后还把这手术的功劳全揽到自己头上。是简哥他铁证如山，你还想往简医生身上泼脏水？还有你们，简医生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难道不清楚？10几年青梅竹马的情分，比不过一个骗子几滴眼泪。你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给简恒，却信这种满嘴谎话的废物，简直愚不可亲。简恒，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错怪他了。阮姐，楚姐，我……闭嘴！你个骗子！阮姐，我这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别用你这脏手碰我，你简直让我觉得恶心。楚姐，你向来最疼我了，你帮我劝劝阮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楚姐，连你也打我？我为什么不打你？齐奕晨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怎么能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，把我和阮宁偷偷蒙在鼓里？简恒对你不够好吗？我们那么相信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你踩着他的血海往上爬，还在我们面前装委屈。看来二位总算明白事情真相了。现在对我撤销他职务的决定还有质疑吗？没有质疑。陈总，您做得对，这种败类不仅要逐出医院，还要付出惨痛代价。对，报警告他侵犯他人名誉权，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是谁报的警？是我们，他涉嫌严重侵犯他人名誉和职务犯罪，请你们立刻带走他，仔细调查。放开我！我不走！阮宁、楚延婉，你们这2个蠢货凭什么这么待我？你们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审判我？难道你们就没有错吗？你们以为抓了我，简征就会回来？做梦！要不是你们自己眼盲心瞎，我几句甜言蜜语能把你们耍得团团转。是我骗了你们吗？是你们自己蠢，是你们亲手把最在乎你们的简恒一步一步逼走的。闭嘴！你闭嘴！你闭嘴！警察同志，把这条疯狗带走！马上带走！失去简恒，是你们活该！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求他原谅！老天不公，凭什么他生来什么都有，我却得像条狗一样讨好你们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阮宁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简恒他会不会真的再也不原谅我们了？不会的，我们跟简恒从小一起长大，那么多年的情分，他不可能说不要就不要。这次是我们错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，真心实意的跟他大道歉，他一定能被我们挽回来的，一定可以。我们之前说的都绝情如花，太过分了。他真的还愿意听我们说一句对不起吗？二位要真想挽留他，那可得抓紧时间了。再晚1个钟头，短期内你们怕是见不着他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不知道，简恒已经接了国外一家顶级医院的邀请，2个小时后飞外国的航班。这个点儿，人应该已经到机场了。婉婉，走，
去机场，现在就去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手续都办好了，准备登机吧。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。看你身体恢复的差不多，我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都过去了。今天天气真好。建恒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跟我走。脱离你奋斗这么多年的地方，彻底切断你过去所有牵绊，你真的考虑好了吗？建恒，我考虑得很清楚，不管是出国任职，继续追求我的医者理想，还是建恒，建恒，求求你别走！建恒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，你不能走！建恒，我们什么都知道了，齐一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偷拍你，冒领你的手术功劳，我们全查清楚了。对，我们已经报警把他抓起来了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建恒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被猪油蒙了心才会怀疑你，你打我们骂我们都可以，跟我们回医院好不好？博安不能没有你，我们也不能没有你。说完了吗？建恒，你不肯原谅我们吗？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原不原谅已经不重要了，博安的股份我已经全部卖掉，从今往后，我跟博安跟你再无任何瓜葛。建恒，你是在生我们气，故意说气话吓唬我们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把博安看得比命还重，怎么可能说不要就不要？肯定是吓唬我们的。别闹了，跟我们回去，以后我们3个还像以前一样。走吧，该登机。414次航班前往悉尼的旅客请注意，现在开始登机。建恒，建恒，你真的要走？你真不要我们了？你怎么忍心抛下10年的心血？就算你舍得博安，你怎么舍得我们从小青梅竹马的约定？我们说好要一起救死扶伤，说好你要从我们俩里选一个结婚，你怎么能背叛我们？建恒，建恒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们的，你不舍得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轻易割舍？跟我们回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背叛？你们怎么有脸提背叛这2个字？是你们先背叛了这段感情。从你们一次次毫无底线的选择相信齐一晨，能为了他指责我、羞辱我，甚至逼我给他敬酒挡酒的时候，我们的昔日情谊就已经彻底死了。那个陪你们长大的简恒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们瞎了眼，是我被新奇的蒙蔽了。简恒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我不追究，只是因为我不在乎了。不要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？你说过，等博安上了正轨，你会给我们3个人一个结局。但是你亲阮宁、楚嫣婉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给自己留下最后一点体面吧。我承认，曾经确实对你们有过承诺，但那早已是过去式了。现在的我，已经心有所属了。谁？是谁？简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的新生活在等我们。好，我们走。不，你回来，你不能走，我们的错了，求你回头看看我们吧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本届国际医疗最高荣誉巅峰奖获得者简恒医生上台领奖。他真的做到了。感谢协会的认可，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，能站在这里，与我是攀登上了身为医者毕生追逐的顶峰。但今天，我最想感谢的不是这个奖项，而是我的妻子莫妮卡。数年前，我曾跌入人生最低谷，遭遇了最信任者的背叛与不公，一度对曾经坚守的信产生怀疑。是莫妮卡，在我最困境时刻，她拯救了我，让我重新获得拿起手术刀的勇气。谢谢你，莫妮卡，由始至终坚定地选择我，从今往后，一辈子不离不弃。是我们亲手毁了这一切，是我们瞎了眼，为了齐一哲那个虚伪小人，弄丢了这世上最好的剑衡。那个位置本来应该是我们的。
能重来。